这喜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在德里举行的穆斯林大会；司政洛萨桑格在加拿大出席西藏人权状况听证会；印度各地大学学生参访达兰萨拉会见司政；藏人行政中央嘎夏祈请美琼护法赐福；藏人代表出席华盛顿6·4天安门事件30周年纪念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在达兰萨拉官邸接见了数十名伊朗中小企业首席执行官与伊朗进出口俱乐部成员，并发表讲话。6月7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官邸接见了由58名伊朗小企业首席执行官与伊朗进出口俱乐部成员组成的参访团。尊者在发表讲话时指出，当今世界一些极端分子的行为令穆斯林信众背负骂名，因此尊者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如要改变世人对穆斯林信众所持的偏见，首先从和平解决穆斯林内部逊尼派与叶什派的矛盾做起。尊者指出，伊斯兰教与其他世界主流宗教一样，都提倡慈悲与利他的理念，因此穆斯林大众也应加强努力，让世界看清发起恐怖活动的只是个别极端分子所为，无法代表整个伊斯兰教。如果要改变世人对穆斯林信众所持的偏见，首先应从解决叶什派与逊尼派的内部矛盾做起。达赖喇嘛尊者还在接见会上向伊朗参访团表示，尊者将于6月15号在德里参加由拉达克穆斯林团体举办的穆斯林大会，包括印度各地的穆斯林社区代表、各国穆斯林团体代表和藏人穆斯林将参加大会。尊者对此指出，他期待这次会议召开，也希望各国穆斯林国家大使馆的代表也将出席会议，并强调这将是促进宗教和谐的最佳机会。达赖喇嘛尊者还向伊斯兰参访团介绍西藏与穆斯林之间的关联、藏王松赞干布时期与波斯建立的关系，以及五世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萨为来自拉达克的穆斯林封地，并修建清真寺等历史往事。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对北美展开访问期间，于上周四出席了加拿大参议院外交与国际贸易常务委员会举办的西藏人权状况听证会。6月6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出席了在加拿大参议院里举办的西藏人权状况听证会。加拿大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亚历克斯·尼夫和加拿大全球事务中国政策与协调执行主任肖恩·泰尔斯等相关人士出席了该听证会。司政洛萨桑格在听证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今年是西藏自由抗暴60周年以及天安门事件30周年，因此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做出实际的行动。司政还谈到中国政府监禁100多万维吾尔人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司政还赞扬了加拿大参议院议员吴青海在议会上提出的西藏议题，并敦促加拿大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实际行动，使得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司政洛萨桑格还在听证会上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强调藏人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民族特性，并引述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西藏是仅次于叙利亚后世界上第2个不自由的地区。加拿大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亚历克斯·尼夫在听证会上致辞时，强调了中国人权日益严峻的状况，
并指出中国当局不仅对藏人、法轮功学员、人权活动家和维吾尔人进行监视、恐吓、监禁和酷刑。亚历克斯·尼夫还进一步强烈建议加拿大政府审查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报告《西藏贸易与人权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考虑人权敏感贸易政策，以及加州贸易通过人权视角来促进藏人在中国经济处境的不利益的因素。他还代表加拿大国际特赦组织建议加拿大政府支持，例如要求加拿大外交官员和其他人不受阻碍地进入西藏等10点建议。加拿大全球事务中国政策与协调执行主任肖恩·斯泰尔先生则强烈强调了加拿大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担忧。他指出，加拿大政府将继续呼吁中国政府保障其公民自由进入西藏的权利。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会见印度各地不同大学的学生，介绍藏人行政中央的执政方针和各部门的工作运转情况。6月13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嘎夏秘书处会见了来自印度不同大学的28名学生。学生们参访了达兰萨拉的各大非政府机构和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向这些大学学生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日益严峻的政治局势，以及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下，流亡藏人社区走向民主制。流亡藏人僧俗民众肩负使命，为保护和发扬西藏传统文化、争取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而不断努力的过程。在藏人行政中央嘎夏的提醒下，藏人行政中央嘎夏官方护法神乃琼护法于藏历4月10日上午降临乃琼扎央林寺，为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和公务员以及藏人民众赐福。1年1度的乃琼护法神赐福仪式于6月12号上午在乃琼扎央林寺举行。西藏国家级护法乃琼护法仪式在降临到孤丹突丹欧珠林法体后，为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公务员和藏人民众赐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最高法院大法官嘎举顿珠、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嘎夏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等各部门秘书长、高级官员和公务员以及数百名达兰萨拉藏人民众参加了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嘎夏秘书处秘书长在这一方面年度仪式上，代表各部门向乃琼护法致礼赞文，表达了敬意。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由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等团体联合主办的8964 30周年纪念活动，于本周二6月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西草坪举行。包括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中国民运人士、美国国会议员和藏人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参加了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中文处处长吉尔宗德丹应邀出席了当天的活动，并发表了演讲。吉尔宗德丹在演讲中指出，30年前的今天，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964大屠杀事件，那是中国当代史上堪称为最惨痛的一次血腥事件。中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天安门广场成了屠杀无辜学生的杀人土城。中共当局悍然动用坦克、机枪对和平祈愿、要求自由、民主、反对腐败的学生与市民进行暴力镇压，一手制造了惨还人绝的8964惨案。全世界每一个尊重生命、维护正义、珍爱自由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相信64精神永存史册。他继续指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对中国民运人士情有独钟，中国民运人士始终成为他老人家的座上宾。
当然，解决西藏问题离开不了华人，推动中国民族化也需要藏人协助。藏汉等民族承受着同样的苦难，承担着共同的命运。中国实现民族化和西藏问题的解决是藏汉两个民族的共同责任，责无旁贷。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